彭彭係大家節目揸出嚟，可以話今日嘅新聞講起都火滾，從中央最高領導到我哋省嘅揸 fit 人，不斷同我哋強調，成日開會要講啊，加強輿論監督，打開報紙又見，打開電視又聽到啲宣傳片，係咪？但係就喺今日，我哋嘅老友記，平時斯斯文文、青靚白淨，兼及非常之好修養、好禮貌、好乖仔嘅路遙遙，就喺我哋呢個國際化嘅文明大都市嘅市中心，採訪一條最簡單到不能夠再簡單嘅民生新聞，就喺新河浦一個違法嘅停車場裏面，即係採訪一條咁簡單嘅新聞啫，都可以導致我哋嘅記者俾人瘋狂咁追打，揾凳車佢啦，揾鐵架掟啦，鏈頸啦，打到記者頭破血流，送去醫院急救，額頭縫4針咁多。下面嘅時間睇睇今日件事係點發生嘅，同時希望大家睇睇打記者嘅嗰兩位武林高手為你好嘅啫，因為真係認真佢，認真啲睇清楚啲，唔好得罪佢，真係好打得㗎，唔係你唔信，你下次見到佢試下。你冇喐手喐我哋啲嘢喎，我唔喐你啲嘢，你出去。你有冇將個手攞開？我唔攞，咪你喐手攞先咪屌啊！老友記路遙遙都未拍幾個鏡頭，有個白衣男就頻頻出嚟阻撓，跟住仲喐埋手添。你要睇速啲。趁住遙遙保護採訪設備嘅時候，個男人竟然就立起一張木凳，向住老友記就咁啊車咗過去。睇上去。啱嘛？啱嘛？邊個喐手先？得嘅，要唔走，多謝。面對呢條友嘅無理追打，老友記遙遙一直保持克制，並且主動離開現場。點知呢個白衣男呢就唔肯善罷甘休啊，叫嚟咗一名格仔衫嘅同伙，兩個人一齊繼續追打遙遙。有臉。做咩啊？佢仲打啊！佢喐手佢傾嘛，我眼鏡去邊啊？喂，喺度。你先把事情搞明白再打，行不行？動手有問題知唔知道？你看我。電視台又點？用手打仲唔夠，個白衣男竟然諗住用我哋拍攝嘅鐵腳架嚟打遙遙。而個格仔衫對住跌咗落地嘅遙遙，仲使出鎖喉嘅招數，最後喺路人嘅制止之下，呢兩條友先至停咗手。隨後老友記亦都報咗警，經過警察嘅調查，呢兩條友一個姓陳，一個姓吳，大家不妨睇清楚呢兩個兇徒嘅樣。老友記遙遙嘅頭、面、背等多個部位都被打傷，其中額頭上面仲未劃出一條長達4厘米嘅傷口，血流不止。最後足足縫咗4針。老友記今日準備採訪嘅呢個無證停車場，原址係毗鄰中共3大會址嘅新河浦小洋樓，喺2009年租冊，話要開發房地產，後來個項目被叫停，政府仲話會考慮復建啲小洋樓，但至今已經空置2年。日前被東山街道辦借用作為停車場，屬無證經營。事情發生之後，南方影視傳媒集團同埋南方電視台嘅領導都非常關注，專門睇咗記者被打嘅錄像，了解詳細情況。無證照經營就是不遵守規矩，本身你就不遵守規矩的人，你還動手打人，太無聊，這還成何體統？而講到記者被打，已經唔係咩新鮮事㗎啦。大家諗諗，平時啲暗訪記者，我哋記者都係好多種，做暗訪嗰啲，連臥底都做埋，絕對係揾條命走去搏嘅。所以你哋見到或者知道咩叫潲水油、獅仔肉、地下賭場，仲有我哋琴日講過嗰啲黑心臘肉嗰啲工作坊等等等等。點解啲有關部門成日都話唔知道、查唔到、冇證據，而記者鑊鑊都查得到呢？點解大家可以知道呢啲事呢？因為暗訪記者揾條命做臥底搏翻嚟俾你睇嘅。做突發嗰啲記者，水浸又要到，哇！啲坑渠蓋大個窿，轉到啲水啦，真係人都衝埋落去咁滯，又要第一時間飛過去，爆炸過又要趕過去。家陣時連出鏡記者喺市區做條民生新聞都會有生命危險，打到豬油餅咁嘅。咩事？你打人打記者已經唔係記者個人嘅事，觸及到嘅已經係法律嘅底線同埋大家嘅知情權。而呢啲打人嘅，佢要保護嘅係咩呢？係佢哋非法嘅利益。嗱，喺度不妨用少少嘅時間回顧一下近期我哋呢個國際化文明大都市記者被打嘅事件。
2010年8月，曾經轟動一時嘅郭德綱弟子打人事件，導致當事記者走步係關節脫臼。你說什麼？哎，別整！你媽！看你媽這胡說八道！我不是嘛。今年7月4號，我台記者採訪東莞唐亞血緣事件過程當中，遭遇暴力阻撓。你怎麼的？你記者怎麼記者？記者因為跟他好的記者，你想這樣式的嗎？不要碰我機器，你不要碰我機器，我告訴你，你讓你就把它扔了咯，老闆你扔了叫我賠。4月21號，我台記者採訪白雲區塘溪一間倉庫火災，遭到保安嘅強行搶奪機器。別動手！幹嘛？警察過來！幹嘛？警察過來！警察呢？5月23號，我台記者廣州赤崗某醫院採訪，竟然俾保安係冚咗一巴。再出來話，那你是你的。再出來話，就喺上個月18號，我台記者東莞一間醫院裏邊採訪馬桶生子嘅事情，同樣遭到保安嘅圍毆。有位記者嘅頸同埋膊頭上邊全部都係血痕。睇晒頭先啲片段，如果我哋有創武嘅嗱，創文啊唔知啦。如果有創武嘅話，唔使檢一定掂嘅 ，OK 睇片就得啦，係咪？嗱，而我行入嚟直播室之前，本身都調節好啲心情啦。不過收到一份東山街道嘅一份呢份咁嘅嘢叫做避重就輕，企圖掩蓋事實，可以話不負責任、九唔搭八，企圖將事件向糾紛轉移。將呢個未經審批嘅停車場同埋街道劃清界線嘅呢份咁嘅嘢叫做通稿嘅嘢，我費事激到大家飆煙或者爆血管，我懶讀佢。睇完呢份咁嘅所謂通稿，我就明白點解嗰啲人會咁鬼死惡嘅咧。而作為記者嘅，幾乎鑊鑊都係俾人屈嘅，因為唔係次次都拍得到啦嘛，俾人抹黑，有晒視頻喺度，仲寫得出啲咁嘅爛鬼通稿嘅，死啊叫佢當大家盲嘅咩？今日記者依舊做翻採訪，做翻街訪，唔知啲老友點睇呢件事？去片。可能我覺得佢應該有後台，或者而且因為你喺我嘅地盤，我哋話事，有咁嘅因素咯。發生呢啲事，可能係因為我哋依家社會法律上一啲即係條例嗰啲對呢啲記者出去採訪啲記者嘅保護唔夠咯。咁即係好多人依家就變咗嗰個素質比較低下啲嘅，就都會咁啦，已經都。本身又有一定的勢力，這樣子的，所以他們就覺得有人罩住，那麼他可以為所欲為。那麼這樣目的可能就是說想掩蓋一些事實的真相嘛。出手的一方可能本身的文化素質素養都不是特別的高。好啦，翻嚟今日嘅最爭議，大家好清楚啦。今晚嘅話題就係點解啲人可以咁肆無忌憚咁阻撓採訪，甚至打記者呢？廣東移動嘅老友發短信息嚟1065865882，發數目字一直表示冇素質啫，啲人讀得書少啦，係嘛？完全冇素質嘅表現，你走去曝光佢喎，班友明知自己身有屎又講你唔通，知道自己冇道理咁啊點啊？諗住靠惡咯，靠暴力咯，係嘛？素質問題嚟嘅啫。發數目字2就表示有背景嘅細仔，嗱，好似今次呢壇嘢咁，可能街道出賣文保佢哋啦，唔知同街道有冇關係咧？或者佢哋覺得街道同埋派出所係佢哋後台咧，係嘛？而之前嗰啲唔係國有大企業，就係啲財雄勢大嘅集團啊，咩大單位等等，恃住自己有背景咯，蝦你咯咩？發數目字3就表示冇處罰㗎，咁打你咪打你咯，冇使擇日嘅咩？從來都係調解下掂嘅啦，係咪？頂籠賠啲錢俾你，使幾錢都拳頭交係嘛？唔使負責任嘅，打得贏去嘛，打唔贏仲有計，打唔贏屈啲記者佬。唉，大家諗到呢招係咪？好似而家網上有啲無聊佬，佢竟然話記者喐手先一樣，屈啲記者佬係咪大嗌？佢哋恃住自己嘅記者欺負弱勢群體，唔知邊啲弱勢群體㗎？佢哋欺負我哋，屈記者佬打人。而家啲記者報導稍為唔係太全面，都要俾人追究有法律責任。不過俾人屈啊，點啊冇計喎，屈得成功啦人哋係咪？你屈你唔到冇所謂嘅，又唔使罰錢嘅係咪？打你兼屈你。好啦，以上就今晚嘅3個選項，1毫幾分表達內心，等緊你意見。唞幾秒翻嚟民生最點。最多票數選擇嘅就係第2個選擇，係有背景有6430幾票，不斷咁增加。多謝大家投票表達你嘅意見先。我睇到今晚我哋冇加啲咩獎品，但係今晚會有8000幾票。我喺度，我可唔可以代表網誌，代表我哋嘅傳媒同仁，多謝大家對我哋嘅關愛同埋支持，再一次多謝大家。慢慢睇發時間，好在真係我講嘅好在今次有段視頻喺度，唔係俾人打之餘繼續俾人屈。我想講一個幕後嘅故事，瑤瑤
1.8米軍校出嚟，如果佢真係放低支咪嗰兩條蛋散算乜禮呢？係咪？點解記者會打人打得咁犀利？今日下午我先同瑤瑤講，我就話：喂，人哋搶你啲嘢，你做乜鬼？你咁客氣呢？我話揾你啲腳架喎，你揮佢啦。佢話唔得嘅，鵬哥，腳架公物嚟嘅。我唔知應該同瑤瑤講啲咩好。點解啲人打記者打得咁落肆無忌憚？因為有保護傘咯，因為有人喺佢後面撐咯。因為嗰啲平時啲老細同佢哋話冇事啊，老細大晒係咪？冇嘢搞唔掂嘅。於是乎啲人慢慢覺得自己好威噶啦，喺嗰個地頭我噶啦，有人睇噶係咪？你啲記者我地頭你都敢嚟踩？嗱，呢啲唔係淨係素質嘅問題咁簡單啊！而凡係打記者嘅無一例外，咁當然身有屎㗎啦係嘛？想揞住件事係。而作為記者，你諗諗，尤其係新聞記者，學歷唔方低過人，背景唔會差過人，外形唔會衰過人。你睇下我啲老友記你知啦係嘛？不過人工唔係多過人。如果唔係自己嘅嗰份熱情、執着同埋嗰啲堅持，唔係依舊仲有一種叫做責任感，或者自己依然呃緊自己嘅嗰份叫做信念，幾千蚊個月一份工，憑佢哋嘅能力揾得好輕鬆，使乜做呢行？嗱，唔係啲記者嘅專業精神，大家平時你打著部電視機，除咗風光片啊，整棵樹你睇睇之外，除咗嗰啲會議記錄，你哋睇到啲咩啊？無論喺國內抑或國外，無論係咩年代，點解傳媒同行都會話喂，托支槍出去？嗰支嘢叫做槍咧，因為攝像機就係記者嘅武器，記錄一切㗎嘛。警察係佢保護大家嘅人身安全啦，而記者保障嘅係大家嘅知情權。無論係網絡、紙媒啦、電台啦、電視啦種種媒體啦，都需要有記者嘅出現。你諗諗，若然你齋係你嘅人身安全係得到保證嘅 ，OK， 你冇事。但係個社會係點嘅，你係完全唔知，冇得俾你知，冇人話你知嘅話，咁你同坐監有咩分別咧？可能仲衰過坐監。咁作為民眾，你咪以為打記者咯，打記者唔關自己事。就算你喺網上睇資訊，網上啲資訊邊度嚟嘅？一樣係記者做翻嚟俾你睇嘅啫，係嘛？哪怕你話我自己一班老友通過微博去曝光，通過微博曝光啊，咁你咪做緊一個記者佢本身做緊嘅事咯，係咪？唔同嘅就係公信力同埋影響力嘅問題，仲有剪輯技巧等等啦。打得正牌記者唔參賽，打埋你攞部手機嘅。嗱，喺度我呼籲，亦都好感謝、好感激我哋一班同行。通過今日，我哋見到我哋行業之間嘅嗰種團結，起碼當同行面對問題嘅時候，大多數雖然唔係全部 OK， 但係大多數同業都可以做到跨媒體啦，跨越所謂嘅咩兄弟台啊、省市台啊呢啲種種都唔知邊度 set 出嚟嘅嗰啲所謂無形嘅隔膜啦，一齊去跟進同埋關注呢件事。呢件事我哋唔接受任何嘅道歉，我哋唔需要嗰啲所謂賠償，我哋要一個結果，一個對於整個行業嘅結果，我哋需要一個對於呢個傳媒嘅交代同埋答覆。你用你嘅事實、你嘅處理結果話俾我哋知，對於我哋呢班傳媒人、記者好做傳媒嘅好，你係咩態度呢？對於輿論監督成日講嘅呢樣嘢係咩態度呢？係咪齋講唔使做嘅呢？我哋嘅記者同埋攝像係咪要全部轉晒？我哋全部轉晒臨時工，你先安樂咧，係咪？臨時工做嘢，主管領導係咪唔使負責任嘅呢？當記者淪為弱勢群體，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會變成點呢？呢件事牽連嘅停車場問題，到底邊個係幕後老細？仲有其他類似嘅問題，好似上年統計咗市內有5000個收費不明、好多街道自己私設嘅車位，我哋會繼續跟蹤報導。除非新聞，我哋呢個今日最新聞變成風光片，否則喺力所能及嘅範圍之內，我哋會本住我哋自己嘅良心，將大家嘅報料盡量呈現。強調多次，呢單嘢我哋唔接受任何嘅道歉，亦都唔需要調解。唔好以為你有錢大晒可以乜都搞得掂。雖然我哋唔係大富大貴，不過我哋唔差呢啲錢使。今日最新聞，堅持用自己嘅良心同大家品。我哋呢班傳媒臨時工約定大家聽晚見。尋日我哋老友記路遙遙喺新河浦進行正常採訪，被兩個人襲擊受傷之後呢，引起全城嘅憤慨，用呢個詞好貼切啊！嗱，今日各大媒體以及熱心市民嘅歐伯呢，一齊去到咗事發地，即係嗰個停車場啦，希望了解下呢個無牌嘅停車場點解可以咁囂張嘅呢？我好拍檔阿棟。解釋下先啦，棟咧係一個非常之資深嘅記者嚟嘅，亦都係瑤瑤個師傅嚟嘅。今日佢親自去到現場進行採訪，而講今日嘅情況之前，一齊回顧琴日件事先。係有臉。做咩啊？佢仲打我嘛？佢喐手佢傾嘛？我眼鏡去邊啊？喂！抬打！你先把事情搞明白再打，行不行？动手，这个问题知不知道？
你看我電視我又點？打你，打你！喂，不要打架！松手，不要打架！你這個是你好，對嘅，打車。事件發生已經過去24個小時，但到而家車場方依然冇任何人企出嚟同被打記者道歉，更加唔好話賠償。究竟呢個停車場係咩人管理？法人係邊個呢？帶住種種嘅疑問，我哋嚟到咗東山街道辦事處。停車場嘅證件，佢依家仲未辦好手續啊嘛。依個係佢依個停車場原來係一個工地嚟嘅，至於工地委託咗一個市場去代管，市場去辦呢個手續。東山街道辦黃副主任承認停車場屬違法經營，但係對於點解喺自己轄區內一個冇證照嘅地方，仲可以有人收停車費，黃副主任就表示街道唔知情。啱啱開，我哋唔一定話有冇人同我哋反映，我哋冇可能日日去巡住佢有冇開啊咁樣噶嘛。琴日發生呢件事，我哋先知道原來個證都未辦咗，佢哋就已經開咗啦。係琴日，我都係琴日先知。閒置工地，我哋作為一個閒置工地，我哋去管理啊，好似一啲安全啊、防火啊、衞生啊呢幾方面去管理啦。我哋衞生嗰啲，我哋城管經常都巡檢㗎，好似錯民期間啊嗰度。黃副主任真係貴人善忘啦！既然日日都要巡查，咁又點會唔知嗰邊有個停車場呢？呢個市場呢個停車場同街道辦事處係冇關嘅。雖然街道方面一再撇清同停車場嘅關係，但係停車場就話自己個老細就係街道。街道嘛。負責人就是街道。對。你們這個停車場的負責人就是東山街道辦事處。雖然街道方面話，由於停車場違規經營已經停業，不過阿棟今日就仲發現有車輛喺停車場進出，見到我哋停車場管理人員連車都唔俾人攞啊！我車怎麼拿？你通知我。隨後我哋再去到停車場嘅管理方龜崗市場辦公室，打搖搖最狼死嘅格仔衫就係呢度嘅工作人員啦。點知一見到我哋嚟，有個女人就走夾唔唞，成間辦公室送晒俾我哋。今日我哋各路媒體嚟到琴日打人嘅現場啦，但係我哋發覺用我哋嘅眼睛係冇辦法從街道或者係同停車場揾到琴日事發嘅真相同埋佢哋幕後嘅一啲事情。嗱，我哋又唔清楚，我哋揾唔到，唔知電視機前面嘅你又清唔清楚呢？係嘛 ？OK， 講翻認真啲嘅，開口埋口，嗰街道負責人依然到今日採訪佢嘅時候，擘大隻眼仲話呢啲咁嘅糾紛呢，我哋負責調解。糾紛？你想拉我哋落水？咩叫做糾紛啊？無仇怨冇利益紛爭，乜鬼嘢叫做糾紛？糾乜鬼嘢分啊？答覆我以下問嘅問題：第一，邊個出糧俾呢班員工㗎？嗱，呢個問題好簡單係咪？第二，個車場係邊個經營嘅？嗱，你講㗎嘛？你話而家佢申報緊㗎嘛？報批緊手續㗎嘛？報批手續 OK， 你攞咩去報批啊？一定有資料㗎。咁邊個係經營主體啊？呢個經營主體係邊個？係邊個裡面一齊有份嘅？清清楚楚喺啲資料裏面寫晒出嚟㗎嘛？係你哋主動出嚟承認咗佢，認咗個頭啊？抑或又等啲媒體第日抄翻出嚟呢？第三，有關呢個場地嘅租賃、申報、經營者等等嘅資料，你唔係第一時間自動自覺拎出嚟，而係我哋抄咗之後，然後再公佈，或者我哋未抄到之前，你過咗幾日再拎出嚟公佈嘅話，有冇人信你呢？第四，呢個係誠心求教嘅，我想問下啲法律專業人士，真係請你哋教下我哋。受害人瑤瑤啦 ，OK， 受害人已經主動咁樣離開咗現場，主觀已經係避免咗事態進一步惡化，而當時嘅白衣男子仲糾集同伴追打受害人，而且係極具目的性嘅。我哋現場錄音，大家聽得清清楚楚，當時個格仔衫嘅男子喺度叫囂，佢話電視台又點啊？咁佢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嘢，佢打緊嘅係乜嘢嘅喎？喺離開事發第一現場之後，離開之後糾結同黨追打受害人，有目的、有預謀、主觀故意嘅行為，應該點樣定性？嗱，我讀得書少，我希望啲法律專家做下普法工作，教育下我哋係咪500蚊嘅事件呢？至於瑤瑤受傷之後，尋晚開始咧，我哋收到嚟自唔同地方嘅聲音，而家一齊去片睇睇，多謝大家關心。今日一早，瑤瑤再次出現頭暈、噁心等症狀。佢同我哋講，佢條頸到而家只要稍微轉一轉，都會疼痛難忍。琴晚佢幾乎係成晚都瞓唔着。今日嚟到醫院覆查，醫生檢查結果顯示血壓偏高，而佢仲做咗腦部、頸部嘅 CT。結果顯示瑤瑤嘅頭頸部多處軟組織挫傷。
越秀區嘅宣傳部領導同埋東山街街道辦嘅領導，今日晏晝就嚟到瑤瑤屋企探望瑤瑤。越秀區宣傳部嘅副部長就話：對於呢啲暴力事件，佢哋一直採取零容忍嘅態度。這個事呢，我們確實看到以後，我們也覺得很痛心。我們區向來都是這樣子，一貫也都是零容忍的，所以昨天行動都還是很迅速。而瑤瑤嘅爸爸就話：自己個仔俾人打，做老豆嘅自然激氣。但係而家佢更加希望可以盡快有個明確嘅說法。這個地方就是裡面講到這個關於什麼糾紛，這個記者他存在什麼糾紛呢？作為東山街的辦事處的主任哈，那麼在這裡呢也是哈向你們表示呢，也是非常的抱歉。畢竟這個事呢發生在我們街道，那應該說呢，像這種情況過去真是很少有。首先是阻撓，然後後來呢，發生到最後的毆打，也說明呢，就是我們平時一些教育管理方面呢，還有一些漏洞。而喺微博上邊，從琴日到今日中午，瑤瑤被打嘅微博已經被轉發咗幾萬次，大家都係一邊聲討嗰兩個暴徒，一邊幫瑤瑤打氣。我只能夠講，瑤瑤係敬業嘅，係好嘢嘅。換着我，絕對放低機器打人啦！全民都撐你，下次採訪，微博講聲，大家去做你人牆都肯。絕不向惡勢力低頭。仲有唔少熱心觀眾今日專登打電話到我哋辦公室聲援瑤瑤。睇緊啲惡勢力，而家媒體嘅就要曝光呢啲咁黑暗嘅事情咯，同埋希望而家俾翻一個交代我哋咯，祝福佢早日康復咯。而中國記協副主席、廣東省記協主席楊興峰就表示密切關注此事。我們呼籲社會各界切實地維護記者的正當的採訪權益，黨中央一直要求要滿足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要滿足這幾個權利，它的前提就是記者的正當的採訪權利。好清楚聽到啦，零容忍呢個零貨乜嘢呢？係咪？我哋睇真啲就知啦，放長雙眼睇一睇，同時再次呼籲一啲法律界嘅人士啊，啲專家學者真係話俾我哋知呢件事應該點樣處理先係最恰當嘅呢？仲有9日時間係咪？人哋要喺裏面坐10日，我哋仲有9日時間去諗呢個問題。喺度呢，再次代表瑤瑤多謝大家嘅關心先，亦都從尋日事發開始咧，佢真係接受咗無數媒體嘅訪問，大家都同行啫，唔聽電話又唔好係咪？咁但係佢真係冇時間休息，我哋真係俾啲時間佢唞一唞嚇，真係養傷先得。而今日呢，就由於尋晚開始就有頭暈作嘔嘅症狀啦，所以肩頸背痛啊，真係好辛苦。今日瑤瑤喺屋企人嘅陪同之下，仲有楊老文嘅陪同之下呢，去咗醫院作檢查，咁結果就係肩頸嘅軟組織創傷啦，同埋腦部嘅檢查咧，今日係未出到結果嘅，但係醫生建議佢今晚去另外一間醫院作另外一個更加詳細嘅檢查。再次代表瑤瑤，多謝。前日咧，我台記者路瑤瑤喺正常採訪期間遭遇阻撓同埋施暴，被打到頭破血流。咁啊，先前咧亦都屢屢有記者喺正常履行職務嘅時候咧，俾人毆打嘅事件發生㗎啦。嗱，唔知係咪呢排咧，我哋嘅記者節就嚟到？啲人想搞下慶祝記者節大練兵活動。今日下午，廣東電視台我哋兄弟台嘅記者亦都遇到類似嘅事件發生。你不要再阻止我們這個，你已經關掉，你先放下來，你先關掉，放下來。那我不要再談了。請把音樂關一下，把音樂關一下。請把這個攝像頭對着這個，不要對着我們，好吧？今日晏晝3點左右，廣東電視台記者同報料人嚟到東圃一間公司，就該公司涉嫌詐騙同虛假宣傳嘅事進行採訪，結果就遭到呢一間公司人員嘅暴力抵抗，發生咗以上嘅一幕。我嘅同事路瑤瑤呢，前2日喺正常嘅採訪過程中先至啱遭遇咗被打，點知呢時間冇過2日，廣東台嘅同事嚟到我身後呢間公司採訪嘅時候呢，同樣係遭遇咗類似嘅情況，攝像機呢係被打爛。咁我哋呢亦都嚟到呢一間公司，諗住了解更多嘅情況。不過呢，裏邊嘅員工呢就對我哋嘅問題係百般推搪，並且最終係將我哋請咗出嚟，而且呢係關閉咗公司嘅門同埋燈。事發之後，廣東台記者李遠嘅同事報咗警，隨後同打人者一齊被警方帶到黃村派出所進行調查。我哋上到去之後呢，我哋係第一時間係亮咗我哋自己係新聞媒體記者嘅身份。喺唔投過程當中呢，佢哋一直都係堅稱呢，就係我哋係冇權去採訪佢。咁我哋一直都係表明嘅態度就話，我哋係
希望履行呢個公眾嘅知情權。採訪完之後，我哋準備離開嘅過程當中咧，咁佢哋咧就覺得就話我哋採訪咗佢哋一啲負面嘅信息，佢哋唔希望我哋播出。然後咧，我哋想離開嗰陣時候，佢哋堅持唔俾我哋離開。一行佢就一手就箍咗條頸咧就唔俾我走哦。要問我攞翻交出個帶俾佢，肯定唔俾佢啦，肯定保護自己嘅帶先啦，係嘛？咁我話箍住自己支倉，咁佢就拎隻手嚟一掹就將我個器材損壞咗。雖然2名記者同報料人都冇受傷，不過攝像機就被打爛。當時出手傷人嘅肇事者喺派出所一見到我哋嘅攝像機，即刻就揾定匿。直至到記者發稿時為止，警方仲喺度調查緊。對於記者頻頻被打，有法律界嘅人士就認為，之前對我台記者被打，有關方面只係將行兇者拘留10日，罰款500蚊，處罰太輕啦，或者會對施暴者帶嚟示範效應。這個是過輕的，文件可以依照這個刑法293條，就是刑性滋事罪的相關的規定來追究他的這個刑事責任。退一步說，如果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實他這個傷害的行為達到了這個輕重的標準，不能以這個刑法上面的故意傷害罪，來追究刑事責任的話，也至少可以依照這個勞動教養施行辦法裡面的這個第10條的規定，就是實行這個勞動教養，就是3年以下。而有唔少老友更加擔心呢啲事件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提輕啦，唔係幾合理。比方就我打你，打完你，然後我說我賠你500塊錢，這件事就了了，你會願意嗎？完全就起不到這種就懲治的這種目的跟作用。而且本身他這個行為就很惡劣的一個行為，對他們來說保護的力度也不夠。那到以後他們還敢不敢，能不能再放手大膽的去做這些事情呢？就很難說了吧。我們在這個立法的層面上我也呼籲應該盡早出台這個新聞法，從重處罰這個肇事者、這個行兇者，這樣呢才能保障這個新聞記者的這個合法的權益。嗱，呢排喺網上咧，竟然有一啲少數啦，但係都係有嗰啲不知所謂嘅人咧，為咗引起關注啦，為咗破壞大家嘅情緒，將嗰份空虛無聊嘅快樂，係啊，佢嗰種感覺佢覺得係快樂㗎，將佢嗰份空虛無聊嘅快樂建咗喺別人嘅痛苦同埋正義嘅身上，講埋啲咩？你記者揭人哋落幕打爛人哋隻飯碗喎，你抵打啦，等等類似嘅言論啦。嗱，我唔會喺個網度回覆佢哋，亦都喺度呼籲大家。慳翻啲時間，慳翻啲氣，你唔使理嗰啲人嘅。如果嗰啲人係博關注，佢博鬧嘅，有啲人好賤嘅，真係想去博鬧嘅啫。你睬佢，你咪嘥手指打啦，係咪？咁如果佢講緊係真心説話嘅，你可以想像佢嘅立場、佢嘅出發點同埋佢嘅心態係點嘅，你就知道呢啲係啲咩人。咁而講到我台記者路遙遙正常採訪期間被2名兇徒追打，頭部被縫12針嘅新聞出街之後，喺度解釋下先，有最新嘅情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消息，唔係好情況啦。尋晚遙遙去醫院檢查嘅時候呢，由於傷口愈合等等問題啦，需要重新拆咗線，係重新再縫合過傷口，唔係4針，而係要縫12針。而今日由於頭部經過上次數次撞擊啦，我影到係撞咗3嘢好大下㗎嚇。咁由前晚開始咧，不適嘅症狀越嚟越明顯啦。醫生今日檢查咧，要求遙遙要留院接受進一步嘅檢查同埋治療。而就喺今日下晝，廣州市越秀區政府召開咗新聞發佈會，東山街道辦承認，聽清楚，佢承認嘅係監管有疏漏喎，而無證嘅停車場咧已經責令停業啦。不過毆打記者嘅2條友，佢嘅頂頭上司係邊個？幾大都唔講。東山街道辦首先講明，毆打記者嘅人同佢哋冇任何關係。10月18號呢，這個工地發生了管理人員毆打南方電視台記者的事件。經過派出所的查證，阻撓並且毆打記者的吳某、陳某呢，均為工地和市場管理處聘用的管理人員，也說明了我們街道和社區服務中心，在日常的這個監督管理方面呢，
還是有疏漏的。其實毆打老友記嘅事件發生喺19號，並唔係18號。唔知阿馬主任係一時口誤啦，抑或係份通稿就係咁寫嘅呢？而對於網友報料話有公職人員參與無證停車場經營嘅講法，越秀區紀檢部門就出嚟辟謠。經過我們這個初步調查吧，到這個目前為止啊，暫未發現東山街道辦和東山街派出所以及相關的公職人員參與此事，收取這個什麼管理費用等等嘅問題。越秀區交通部門話，尋日已經正式查封天心工地嘅無證停車場，經證實呢一個停車場違規營業咗5日，一共停車108部，收入925蚊。由於這個停車管理人員呢不配合他不願在我們的通知書當中呢簽下他的簽名所以呢，目前我們對這個經營的主體我們還有待進一步的核實。一個小小嘅無證停車場，從尋日查封到而家都仲揾唔到幕後老闆，我哋有關部門嘅工作效率冇理由咁低下啩。對這個事情呢，他們也是非常的抱歉。那麼他們下來的話呢，也會派人在上門慰問瑤瑤。那麼同時呢，該承擔的一些醫療的費用，那他們也會承擔的。那麼這兩個打人者呢，他們也會進行嚴肅的教育和處理。我們今天是一個對於這個事件的一個通報會，各個職能部門都來了。打人的這個公司為什麼沒有代表參加呢？捷星實業有限公司以全權委託這個歸港市場，幫助他們管理。那麼這些管理人員呢，也是這個管理方聘請的。那這個歸港市場他們這個主體經營單位是誰呢？這個我也要查看一下啊，這個都看一下，因為之前都沒有問得那麼細了，因為平時都是管理處啊，那個到時候我們查清再給你一個答覆，好吧？佢抄乜嘢咧？查我都想知啊！坐定定喺度，得正正喺度，企定定喺度，坐咗咁多部門喺度，個個部門都話唔關我事嘅。個個部門都唔關你事，你開個乜鬼嘢會咧？唔關你事，你嚟開會做乜嘢啊？個個都話表示問候，呢個問候會嚟㗎，你唔送花環節嘅搞佢係嘛？冇一個人出嚟承擔責任嘅。問到嗰兩條友邊個出糧俾佢哋㗎？唔知，真係唔知。個龜崗市場同個停車場咩關係啊？唔知，打死都唔知。我突然間覺得我哋咪睇緊電視劇，即係抗日戰爭時候嗰啲地下黨員乜嘢都唔知喎，佢真係好堅守嘅喎，乜都唔知。你開個新聞發佈會想講啲咩鬼嘢俾大家知呢？我而家開個新聞發佈會話俾大家知，我係乜都唔知嘅，你係咪咁呢？你不如學人哋經典嘅新聞發佈會話打成咁係個奇蹟嚟㗎，冇人認頭，冇人道歉，冇人負責，除咗極力第一時間撇除任何關係，然後出嚟話叫啲網友，網友你哋唔好亂咁估啊！你估嗰啲嘢唔啱㗎，其他你乜都冇講到喎。到底你係唔知啊？唔想俾大家知啊？抑或唔俾得大家知呢？OK 啦，咁既然作為主管部門係乜都唔知嘅，咁我哋唯有自力更生咯，唔係點啊？係咪？於是乎，今日老友記再次去到龜崗市場辦公室順便亦都揾到咗呢個停車場嗰忽地嘅業主單位啊。不過只要記者去到上述範圍唔夠100米好似裝咗 GPS 咁嘅即時有人通風報信，啲工作人員走到邊尾都直埋。今日上晝，老友記一殺上龜崗市場辦公室，都未行入去啫，裏邊嘅3名管理人員突然就魚貫而出，身後嘅辦公室即刻就關門上鎖，任憑老友記點樣敲門，都唔見有人出嚟啦。我哋就決定死守，喺10分鐘之後，終於俾我哋捕到一名女管理員。咁你知唔知呢個停車場係咪你哋㗎？唔知啊，我都話唔係，我都唔係呢度做嘅。咁點解你會由辦公室嗰度行出嚟嘅？我問佢租檔嗰啲咯。咁啱先我開門，點解你哋唔開啊？我都話唔知道。未講到幾句，女管理員已經迅速跑開。老友記一路跟蹤嚟到市場門口，忽然見到2名女子從旁邊嘅麻雀屋行咗出嚟，大嗌一聲：快啲走，有記者！跟住就走到無影無蹤啦。之後從上晝10點到晏晝4點，市場辦公室入邊一直空無一人。而個停車場今日就仍然大門緊鎖，但係裏邊就一部車都冇啦，都唔見到有一個人。
住喺附近啲老友話，個停車場並唔係好似街道所講嘅咁，只係開咗個幾星期。停車收費已經好耐時間㗎，你其實大概多長時間？起碼2年啦，已經實際上佢呃你啫嘛，佢街道人呃你㗎，其實。到底邊個講真，邊個講假？客觀你自己判斷啦。而今日我哋另外一路記者從街道辦嗰度了解到，呢一個停車場嘅業主單位係叫廣州市傑星實業有限公司。從工商局網站查到，呢一間公司註冊資本成1000萬，經營範圍從照片沖印到房地產開發都有。今日老友記就殺咗上工商登記上面嘅公司地址，元江中路298號3805房。喺電梯入口嘅水牌嗰度，仲有傑星公司嘅名，但係上到去38樓就點都揾唔到傑星實業有限公司嘅標誌啦。幾經詢問，先至發現原來傑星實業早有準備。這個是3805號，哎，對啊，那這個門牌怎麼拆下來了？我不清楚啊，不知道。是不是傑星實業有限公司？是啊，應該是啊。就是隔壁這家。對，是這家還是最後面那家？最後面那家是傑星實業。對。原來3805房呢一度已經叫做迪新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啦。佢同傑星係咩關係，我哋就不得而知。但係原本仲開住門㗎，而家就大門緊鎖。而物業管理處對呢一個變故都相當之驚訝。他房子裡面寫的是裝修公司嗎？一開始它的招牌是什麼？一開始的招牌呢，跟那個工商注冊肯定是一樣的。是傑星公司。那大概是什麼時候換的？您知道嗎？這個事我才聽說。睇咗咁多，我諗評論都係多餘嘅啫，大家又唔係傻嘅，係咪？你哋讀書少啫，你哋好明事理㗎，咁你哋自己去判定啦。咁至於一陣間9點鐘咧嚇，即係落班時候咧，我同阿陳勇律師啦，仲有瑤瑤原先約定咗瑤瑤嘅，會喺新浪微博嘅微訪談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去打下字仔啊。但係而家咧就希望攤喺張病床上嘅瑤瑤可以參加到啦嚇。好，以下嘅時間交俾柱牌，今日之最。關注老友記盧瑤瑤採訪被打事。琴日咧，我哋新聞播出之後咧，大家對瑤瑤嘅傷情都非常之關注。今日我哋再次去到醫院探望咗佢，而值得一提嘅係，一直做縮頭烏龜嘅龜崗市場負責人呢，亦都蒲頭啦。由於出現頭暈、嘔吐等症狀，瑤瑤尋晚要再度入院檢查。瑤瑤面色蠟黃，嘴唇發白，由於條頸從事發到而家，只要喐下就會痛，醫生暫時為佢戴上頸托。而由於尋晚打點滴一直到凌晨嘅2點半，一夜冇瞓嘅瑤瑤，今日顯得有啲憔悴。醫生話佢嘅頸部軟組織挫傷，至少仲要喺床上邊瞓2個星期。主要是一個留院觀察的一個病情啊。昨天進來以後，給他用了一些藥物，然後現在的話，主要是有一個頭暈，還有惡心，耳鳴，輕微的頭部外傷，以及一個輕微的腦震盪。而之前神龍見首不見尾嘅龜崗市場負責人，今日都終於浮出水面。一個自稱係龜崗市場副經理嘅李冠華先生，今日晏晝喺東山街道辦工作人員嘅陪同下，嚟到瑤瑤嘅病房。唔好意思，我而家代表我哋單位正式同你道歉。希望你早日康復。對於我出事嗰個我哋嘅員工，我哋公司會加強教育。等佢吸取今次嘅教訓，杜絕佢以後出現再類似嘅事情。你安心咁樣去養傷。至於你嘅醫藥費各方面，我哋公司會負責嘅。但是我們有一個嚴正的要求，就是第一，嚴肅處理打人者；第二呢，對於611今後傷情的善後，包括傷情的治療，你們要全權負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希望你們以後懂得尊重公眾嘅知情權。東山街道辦負責人亦都表示，將會嚴格督促市場方面履行自己嘅承諾。可能規範市場這一塊啊，你們要公司的領導層吧，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啊。對611今後如果真的留下一些什麼身體上的後患，要認真的做個研究啊，到時候也給我們611一個好的交代，好吧？喺咁惡劣嘅事件過去咗3日，終於叫有個人出嚟道個歉嗱。雖然我唔知呢個副經理喺市場係咩角色，佢講嘢有幾多牙力，我哋都唔知呢3日佢哋喺度做緊乜嘢，諗緊乜嘢，避緊乜嘢，係咪道歉同埋承擔責任對於佢哋嚟講係咁難嘅呢？
龜崗市場嘅道歉唔單止係對路遙遙嘅，更加係俾我哋廣大電視機前面想知道真相嘅老友，因為打記者實際上就係對公共利益嘅一種侵害，就係蒙蔽我哋公眾嘅眼睛。我哋汪書記曾經講過，各級領導正確對待輿論嘅監督，要俾輿論監督撐腰壯膽。希望好似龜崗市場咁嘅單位可以醒少少，真係明白呢番話呢樣嘢啦。咁我台記者路遙遙被打之後呢，到而家真係仲頭暈暈嘅。咁而呢件事呢，亦都再次引起咗關注。今日《南方日報》專門對此事發表咗評論員文章，題目就係為記者撐腰，就係為輿論監督撐腰。你看我電視我又點？睇我啲！喂！ 10月19號上午11點幾，我台記者喺廣州越秀區新河浦採訪一個無證停車場嘅時候，遭到保安毆打，導致記者頭部受傷，縫咗4針。時隔2日，廣東台記者喺採訪一家涉嫌欺詐公司嗰陣，亦都俾人推網，攝像器材被破壞。評論員文章指出，記者係僅次於警察同礦工嘅第3大危險行業，絕非危言聳聽。喺新聞採訪當中，因為要對抗黑惡勢力、對抗官場醜惡、對抗利益集團，處境往往係極度危險㗎。人民嘅知情權同新聞媒體嘅採訪權密不可分，輿論監督係媒體人嘅崇高職責，而保護記者嘅採訪權就係保護正義嘅監督權、公眾嘅知情權。當記者連自己嘅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嗰陣，人民嘅知情權就無從談起。汪洋書記曾經明確表示，要幫輿論監督撐腰壯膽、鼓勁打氣，令到輿論監督更理直氣壯一啲，份量再多一啲，力度再大一啲。一句為輿論監督撐腰，擲地有聲。嗰啲毆打記者嘅人，如果冇權勢撐腰，如果唔係自此可以擺平關係，佢哋又點敢公然打記者呢？我哋需要更多力量為記者撐腰，包括呼籲立法保護記者權益。嗱，講得非常之好，大道理呢，呢排亦都聽咗好多，講咗好多啦。咁到底汪書記支持我哋，咁到底撐腰咁底下有關部門啊，個點樣撐腰，個腰係點樣撐法，幾大力去撐呢？咁睇最後結果就知啦，係咪？嚟唞幾秒進入爽快嘅處牌，今日之最先。